再来关心，这是健保的补充保费大户已经公布，其中一个人是住伫台北市信义区70外岁厝主，伊去年租金的收入算会超过台票1亿4千万，若补充保费拢总284万，已经是小连续6档纳上盖济。其他个有人是当事兼职，拢总纳213万的补充保费，嘛是真济。另外，阁有一寡人，伊共款是纳钱金额拢是真大条的人。当年的补充保费成做健保的大保员，伊的入效真悬。上新的这个补充保费已经出来了，去年健保署合计收到463亿6。伫个这内底，规台湾的头家因的贡献上济，因纳免252亿5，安尼嘛创下这个补充保费伫个收以来雇主上悬的金额。另外，伫一般民众因的这个股利所得，嘛有贡献91亿。若存款的利息这部分嘛有8亿4。比去年减1亿6，利息所得的部分是有略微下降，就是在那年金改革的18%的那个利率的部分，因为有调降，那这个部分就影响我们利息的收入。若健保各项补充保费的这个大户嘛已经出来了，补充保费纳上济是台北市信义区一个70外岁的包租厝头家，伊纳免284万的补充保费，摕到一般民众伊纳的保费上济，蝉联66年保费的冠军。咱若是用费率来甲倒拍算，干那这个租金就收1亿4咯。第2名的董事兼职王，伊纳213万，还佫有亲像靠买股来趁钱的。第3名的股利王就纳208万，摕到上济奖金的这个奖金王，伊嘛纳155万，还佫有业务王，因纳137万。赶快是真正济。所谓补充保险费呢，大概是对个人来讲是单笔给付是2万块以上的话，那我们的费率是1.91啊。虽然讲补充保费入效这么济，不过安尼是不是有法度来贴补这个健保的亏损？伊的效益是安怎？就爱过来看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